来乡亲啊，换来看民进党布局到立委的选战，除了甲中台湾列入到关键的指标，即卖传出讲党主席赖清德更加是甲苗栗县划入到重点的战场，希望会当伫个苗栗这个民进党一向拢真艰难的选区，成功来摕下到立委的席次。山线的部分是甲无党籍的议员詹文学来合作，那海线的部分是来提名到德南镇的前镇长康世明。地方人士来分析，赖清德积极来整合到苗栗各派系势力，就是要来打败掉实力坚强的国民党的现任的立委陈超明。上贵的，上贵。哦，一地住啦。客家班总党同志。高丽节那荷包客家站，佮专程用客语伫咧交流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亲入客家票仓，要大家知影讲，已经注重客家文化。各大家共学，爱来同伴，讲大家有认真摸。那家己有客语，嘛邀请老师来当报教，看出赖清德对客家重视。2024立委的选战内底，嘛锁定一项，让民进党看作是艰难选区的苗栗。配合真侪种的手势和表情，山线部分即要和无党籍议员詹文学合作，和国民党的区顶军对手。詹文学除了本身的抗战实力强，去年以11189票上关票的纪录连入成功。海线部分是顶调前德南镇长康世平对战现任的国民党立委陈超明。还好知名度不高，所以没有人把我们拦下来。那我们顺利的快速通关。虽然柯家基无够知名度，不过康世明在地方嘛是真有实力。康世明阿兄康世如捌做过立委，嘛捌做过2届德南镇长，等于两兄弟啊，伫咧德南镇花16年的时间。然后呢，嘛传出赖清德面前去基层拜访地方头人，近期嘛举办青年座谈来展现伊的诚意。要有客家话，才有客家人。我希望我们客家的年轻同业都以客家人为荣。其实他在这一次的选战中，把整个桃竹苗地区视为一个重点。那同时呢，在苗栗这一次山线跟海线2席的立委选战，就是苗栗在单一选区2票制之后，非常有机会可以翻转。热心整合各派系，毋忘表力，拿天变立体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